台北市立天文馆发布上新的消息，12月初8会是观察水星上好的时机。也若双子座流星雨伫咧12月14会出现，这一届速度稳定，光度嘛有够，估计每1点钟会当看到100粒。今年最后一摆水星西大区，有可伫12月初8透早5点外，到时阵水星会伫日头的西边，伫日出进前是观察上好的时机。其视野开阔，东边无遮的所在，目睭就能看到。所以伫12月14，双子座流星雨到极大期，月相都是暂归，观赏的条件上好。那当天流星雨的辐射点在双子座，那会在晚间6点半之后从东方升起，那一直到隔天的凌晨1点月亮升起之前，其实都是观赏的好时机哦。天文馆指出，双子座流星雨流星速度中等偏慢，光度中度偏光，有时会出现较光的灰流星。今年上好天文台关注的天象之一，山埃阿特拉斯彗星上接近地球的日子，离差不多2倍地质区，未对地球造成威胁，因透过天文摄影的方式找出伊的影子。另外，12月1日则是冬至，不过这礼拜开始已经进入今年上早的一路期。在冬至的时候，虽然是一天白天最短的时间，日落最早是在冬至前，那日出最晚是在冬至后。天文馆分析受地球运行的2大特性，中国运行的公转轨道甲地质倾斜加共同作用。台湾上早一度出现在11月底到12月初，这是最近天乌特别早的原因。记者综合报道。